今次嘅挑戰賽咧，報名方法咧有兩個渠道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學校集體報名。咁我哋非常鼓勵咧學校咧係用呢一個方式咧係報名嘅，因為呢一個方式咧係適合咧大量嘅學生報名，咁會省卻咧學生開設帳號嗰個程序啦同埋時間嘅。咁成個做法，如果你係學校想集體報名，可以點樣提交資料咧？咁就首先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或者咧就係我哋嚟緊下個星期咧會寄信俾全香港、澳門嘅小學。咁嗰個信件入邊咧會包括埋報名表嘅，咁填寫報名表之後咧傳真翻嚟或者電郵翻嚟俾我哋，咁我哋收到之後咧就會發電郵同學校確認咗呢一個申請啦，同埋咧就會係請學校咧提供參賽學生嘅資料，咁會提供咩資料咧？包括就係學生嘅中英文姓名啦，班級同埋學號嘅，淨係呢四樣就可以噶啦。咁交俾我哋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幫學生咧開設呢一個校園嘅登錄帳號，咁然後再俾翻學校咧就分派俾學生嘅。咁另外一個方式咧就係個人報名啦。咁個人報名咧就可能係適合一啲學校佢未必可以組織大批學生參加嘅情況下咧，咁就可以用呢一個方式報名。咁有兩個方法嘅，咁兩個渠道嘅。咁一個咧就係可以係去個人報名嘅網頁嗰度啦，可以掃而家呢一個頁面嘅 QR code。咁入到去之後咧，你會見到就係需要填寫啲資料。咁但係咧呢一個方法咧就必須你事先咧就係已經申請咗一個趣學普通話 App 嘅帳號先可以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個方法咧，就係以個人嘅帳號，即係你本身已經係有呢一個 App 嘅帳號啦。你登入咗之後咧，就係去報名嘅。咁嗰個流程就會係咁樣啦。你登入咗去呢一個遊戲入邊咧，你會見到右上角咧有個線上挑戰嘅 icon 啦。你撳入去之後咧，佢就會出現一個頁面，咁就會寫住係個人報名參賽嘅。咁點擊之後咧，填翻資料咧，就會可以完成呢一個個人報名啦。咁如果學校咧係提交報名表俾我哋啦，咁正如頭先咁講，你喺6月6號之前提交咗報名表，咁我哋會同學校跟進翻，就係關於學生嘅提供學生參賽嘅名單啦，同埋資料。咁我哋會比照之後咧，就會配對翻相應嘅帳戶嘅。咁然後咧就會係6月11號之前咧，我哋會將呢一啲帳號咧，就係會分發翻俾學校，咁等老師咧可以派俾學生嘅。咁會包括咗除咗帳號之外咧，亦都會包括埋密碼噶啦。咁學生老師咧就需要提醒學生咧，就係喺賽前佢哋要撳入呢一個線上挑戰嗰個版面入邊咧，去比對翻我哋大會已經幫佢上載到去平台嘅報名信息係冇錯嘅。咁嗰個信息咧亦都係好簡單嘅啫，就係學生名啦，同埋學校名嘅。咁而登入呢一個參賽者登入嘅方式咧，其實就都係可以係有6個渠道啦。咁如果應該係5個渠道嘅，因為訪客登錄咧係因為佢冇記錄嘅，所以就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呢個參賽嘅。咁佢如果一般係學校嘅校園登錄帳號咧，就應該係而家呢一個登入畫面入邊紫色嗰一格。咁點擊之後咧，你填翻輸入翻你嗰個校園登錄帳號嘅名啦，同埋密碼就可以登入噶啦。咁如果係個人嘅話咧，一般就會係 Apple 啦、Facebook、WeChat 或者係電話電郵嘅登錄方式，即係橙色、藍色、綠色同埋呢一個呢個青藍色呢4格嘅。